當病人瞓咗響手術台，響嗰一刻，對佢嚟講，世界上最重要嘅人一定係佢嘅醫生。同樣地，我做手術嘅時候，亦都會當病人係我響世界上最重要嘅人嚟對待。我做醫生就係要用心去醫好每一個病人。當初選擇咗做眼科，最幸運嘅係有中大醫學院教識我點樣踏實去做一個病人信得過嘅醫生。我參與咗10多年嘅眼科義務工作，跟隨奧比斯去外地救盲同埋做教學嘅工作。我哋會喺飛機嘅手術室嗰度做手術，兼現場教學，為當地醫生提供培訓。我好相信奧比斯嘅理念 ，Teach a man to fish。只要教好當地嘅醫生點樣做好個手術，就行少好多冤枉路，更多病人可以重見光明。Vincent 喺2014年開始參與奧比斯嘅救盲任務，無論佢幾辛苦，都淨係諗住幫我哋呢個團隊再做好啲。過程之中，我哋亦都見到佢用心對待病人，自自然然亦都被佢呢個熱情所感動。我好高興有 Vincent 呢位同路人。做外科醫生要有自我反省嘅能力，正如我師父林順潮教授佢講過 ：If you were given a chance to do the surgery again, how can you do it better? Dr. Lee 由醫學院到今日，我見證咗佢喺眼科事業嘅成就。作為老師同埋前輩，我為 Vincent 嘅貢獻感到開心。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展望未來，我深信 Vincent 會為更多病人帶來光明。作為醫生，我嘅信念就係要落足心機去醫好每一個病人，然後將我嘅經驗同埋信念傳承落去，令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得到幫助。